窮人對時間太過大方，使錢亦大方。我哋專注機會與結果，拒絕被情緒影響。隱藏意圖，燃燒正閒，莫靠辯論爭贏。學會保持對手嘅依賴，先可以處變不驚。原子習慣每日改進，累積福利奇蹟，提示渴望回應獎賞，讓行動變成本能規律。積極主動以終為始，將重要事放第一，追求雙贏同 hit 同效應，突破自我限制，走上人生快車道，拒絕埋怨同等待，將目標放大10倍，承擔責任掌控未來，擁抱成長型思維，崎嶇之道先係正道，踏出心理監獄，我哋係頂峰上輩。